于仁宗胸部拍个着，额外和娘侬两高头，搿桩案子与我，咁哪弄法呢？我不过想象当中，我让回问下去，上州府立希尔的司马印证有望回问汤氏卡一卡司马印证复现，但是毕竟差一天，索性倒并不了回问下去，司马印证还是要死。那弄法们马上赶到李仁友。当中上州府也不要去问，赶到李仁友，我们去加一加苗头。哎呀，我赶得去啊！我文官啊，赶不快。李仁友离开我，挨到顶有一个月。哪弄法呢？为此要保全女婿的性命，好得与皇民圣旨害我复审此案啊！是个，我来插句来话子。关照20个本是定好的小尉当场，于仁宗讲的5到20个人马上当我赶到李仁友，派啥用上去嘎嘎苗头，司马印证按细了分析，皇帝害我复审此案，细了快点回转来告诉我也要赶路的。我病毒慢，路浪回转来碰得上。搿汤氏讲分析保起来，万一定坏的打算啥？西莫回分析，西莫随也西，帮到法上老爷杀断，汤氏我回分赶到了，都当我揭发上我犯人抢下来。20个人在眼特着呀！哎呀，大人啊，你出来无噻？揭发上犯法的，执法违法侪高一等。那么哈来哈去，大人是奉旨要复审此案，犯人总要活了让哈审了，犯人死脱怎么哪审法呢？与皇民圣旨了让大人家的照办不错。20个人答应，加上打好动地端正。20匹马准备好，这个20个人上马被官粮打好，新衙祭神。于仁宗哈里亚同声，宝毛端正，手脚趾特美在。那么骑马，这骑马个样么子呢？围骑个呀，不围骑了还哪弄法？三个像大脚踏车这个，这大脚踏车呢，伟大个朋友。随便呢，让他不会丢下来，不伟大的朋友上去，一个不得丢下来，骑马一样道理。于仁宗心急，骑马快，不晓得快，还要路浪口头吃啥哦。新衙祭神动身，大家动身嘛，当然于仁宗比较慢在，20个人赶得快。赶到李仁友啥个辰光，3江靠过4江不得，路也没有，讲好的分队大家去摸路，摸好之后呢，挨到离开西人门顶前么，随了挨到西人门下，大家一搞就去摸路，摸好到西人门个浪下门，那当中一个朋友发现，哎，怎么说？那个你看，这里有一张告示。哎，对呀。这个上面什么圈圈呀什么的，你看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看看。将军一看嘛，哎呦，红球球了，写的什么啊？哦，53克。人犯司马英俊，对，俊，法场斩首。呀，什么时候53克？一看你家门。分散了！哎呀，不要紧张，什么事？还没啥，天亮之后的53克法场斩首。哦，还好。哎呀，53克。我们现在刚刚赶到。对，我们都是快马。这个咱们大人是坐轿还是坐车？吃不准，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啊。
万一赶不到的赶不到的话，哎呦，我们还有得劫法场。哎，对。劫法场可得用力气啊，是啊，还得动脑筋啊。这样我们连饭都没吃，这样找个茶馆喝点茶，吃吃东西，填饱肚子，再打探消息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办法好。有茶馆最好，还有说书。对，弟兄们，走，找茶馆。妻子么，20个人一路上忙着门前过来。哎，来看，有家汉王爱食《三国演义》1面旗，当中一个字茶馆店。哎，这个人吧，忙着茶馆店的人过来，不晓得这个办茶馆店啊，辰光这了呀，设备刚刚偷脱，里向为了设施。灯子才翻了个台子上，还不拿下来的。地浪向刚刚打杀清爽，老板一听外头，哦，不得了，马蹄声声，啥的啊？马交关了，跑到门口一看，你个人左右，没啥面孔，上一码走一码，刚上来过好了，耶！哪个路的？哦，想啥子？今朝啥个日家？今朝司马懿进帮扶发上再收的日家。搿点人侪是没啥面孔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今朝到为啥？为山上来个，好强的，揭发上举犯人，嘿！灵光在，好人与好报。咁呢，我来招待你懂。哎呀，英娃啊！哎呀，这个得来，坐下。弟兄们，来，坐。没，来，坐。老板，哎，我们20个人，给我们沏20壶茶啊，不管绿的、红的、花的，尽管沏，尽管上啊。哎，好，渴着呢。好的啊！哎呦，抱歉。怎么了？稍微等些，水为了3位分开了。哦，水还没开啊！开了水吃我去头皮上。对，那我们等着，等水开了。稍微休息啊！你是老板？哎，谢谢了。老板，来，坐。啊，没。正好啊！哎，等水开的时候啊，我们聊聊天。哎，好。老板，哎，我倒想和你打听件事。打听上事体。对，蛮好吧。来讲，那茶馆店里向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，大家才来吃茶，才讲。对。啥事体呢？问下来。老板呐，你们这儿今天是不是要杀一个人呢？苗头来着。本上来随门要杀人，那么为此杀人来的了。哎，没真话，真的，没真话，就是杀人。这个人犯是不是叫司马英俊的？讲你对的，名字还不是弄错。对，就是司马英俊。哦，是司马英俊。哎，那老板呐，这个人犯他犯什么罪要杀他的头啊？放那个屁！你老板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那种啥闲话？这讲你犯谁？对呀。那么我当然讲，难犯之罪，杀之2边对2分犯罪。这个2倍毛毛，自家激动耍气哦！哎呦，老板呐，如果他没有犯罪，为什么要杀他的头啊？刚才为啥要杀你个头啊？怎么样啊？我肚皮也爆开来夸噻！气死人啊！怎么气死人呢？气死人啊！怎么样啊？第7次怒吼声，百姓们纷纷都抱不平。司马懿进手2倍，报夺私事，与欧进待人后爱
与口亲。待相邻，若是有好事，你心上深深沉容，是深深深。想不到去年腊月将人你司马府得日闻凶信，司马老爷他一名臣，大王是告到立人血，杀人魔二少爷，杀死老母亲，公堂之上立刻来开审。我们是西去衙门开审，想不到知悉官没良心，公堂之上真是后了言，大人是后要缺大儿上卷，我们是里马，我们马深深骂一声，知悉太长不给言，当下都在跑步边，到后来偶然为了解，慰问真为到衙门，司马眼睛真为来定所谓民，分明是那知悉爱中是诡计，他围绕曲宫雷言公人，否为人今朝受敌人，欲为人逍遥发威，口给人。嘿，讲啥个桩事体，我当然讲，我非也要做开来。哦，嘿，你去打听打听，怎么样啊？阿有老李一个人，觉得一个人啊，讲司马印情不好，
你当听得上，我面光把你当屁股看。哦哟，这个老板忙忙里他没跟管，没有正义感。这么老板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司马英俊他是冤枉的。冤枉啊！我来当我的啊，只有黑三五四的辰光，我啥都要倒上去。哦哟，得很了哎！怎么说？那李承宪他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偷赃官啊，你去问问看，老里的老百姓讲，这个偷赃官哈更不敢，劝和司马英俊冤枉的。哦哟，把你这个胖的怕等一怕那个马油嘛！哈，像现在真正也揭发人的手了，但有点希望的。哎，所幸老百姓为我帮忙了个句话的，那么呢，再也问问清爽。肯定主家，你心里下下定心，到底你这有20个人啊？这个老板呐，照你这么说，老百姓都觉得这二少爷他是冤枉的。冤枉啊！那万一有人今天要劫法场的说话，老百姓一定不会反对吧？苗头来着啊！这个我听上去那个啊，假使有人劫法场的时候，不会反对的吧？所以目的了，揭发人就起来阿便当了。咁么呢，拍到一个单，这个老板真正上路，搞朋友需要搞各种人。咁么呢？怎么说？加上来应用。今朝他是啥人能够揭发人去司马英俊？怎么样啊？他是那一样的啊，啥人能够努力救过来？哎。我可别说过的，我送不你。哟，这个老板他是上路的。哎呦，不过现在你不能讲得自家明白，眼睛黑话得住了。哎呀，老板呐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什么劫法场，你把茶馆都送给别人，何必呢？真不，他是来答应我，现在就送不你。哎，没有，老板呐。这个好人，老天有眼，不会让好人这么白死，也不会让他死的。你放心啊，放心啊！哎呀，可是挺好的。哎，老天爷不去阿开眼呢，那不是啥个？哎，就老天爷今朝还是救难了，那种身份，自家的弟兄，是吧？哎，你多帮帮忙，这个我不说过送不来。哎呀，老板，你就别说笑话了，快点啊！那水开了没有？啊，开着，我来泡茶。好，茶已经泡出来。这个茶看起来，哈个茶叶拿出来的，哎，茶馆的老板搿种拉货，好上哈个茶叶泡出来，来，请用。多谢老板，哎，老板呐，哎，我们肚子哎呦都是饥肠辘辘啊，有没有什么吃的啊？放心啊，那到我茶馆来，要想吃点么子便当的，怎么样啊？还搭过去2家半门面，怎么样？刚刚新开的狗不理包子。哎呦，狗不理包子店，味道呱呱叫。哎呦，包子我们喜欢，好，恭喜他。好。我请客。您请客？我请客啊。到20个人哇。哎，对。20个人，哎，每人也要吃几号？每人来20个包子吧。你个阿哥啊，够，给上，够了，足够了。我请客。哎呦，多谢老板了。哎呀，观察所有人，要进到隔壁狗不理包子店的老板听见什么了？20个人，每人20只包子，要400只，我一笔大生意，高高兴兴，馒头蒸好送过来，让你都吃，各自一些。烧烤来了，辰光模样了，烧烤越来越多，今朝打进来，话题侪是一个司马英俊杀头的事体，老百姓愤愤不平。20个人，点心不少。哎，自家看来啊，那是非是有公认，有理无理出了众人之力。20个人，大家吃听讲，有2个吃力的闭目养神。不晓得你多觉着点心啊？没这个便当哎，辰光模样了，你看发上了。发场浪向蛮闹嘛，海人结乖，侪来看。今朝只有金发场，只有过今朝金发场，爬上大个发场浪当场
桂子水、捐老水、捆绑水、比比水、行情行市。当中一只改载台，膨胀搭好了，改载台上有2张案桌，4张靠板。改载台的门前呢，一根电视，电视边上一个时装装，这个时装装怕啥用上？上头有个针灯板，2个刽子手，上一码走一码，上身插布，下身一条裤子，这条裤子蛮尴尬，你讲你上裤像短裤，你讲你短裤像上裤，那么现在有一种折中的叫法叫中裤，老法头叫起来叫上短裤，宽腿头。肚皮头，裤子缩到肚皮眼下头，上坡肚皮眼上浪，砰！肚皮眼上贴着一张狗皮膏呀，一个双手叉腰，一个手风拐腿刀。老百姓一圈一圈侪拉围过来，来了，外头一件轿子浪进来。这件轿子里是个啥人？只有个曲落轿。曲落轿进法场，出轿子上改载台。一口，老百姓不晓，下头有2张面孔，看上去有点破事实。啥体没有？公堂下头有读红山语的朋友，认得个，我个朋友2张眼胡子爆出，啥体你先上来咬我啊？没人家便当，一声吩咐，来啊！来！带司马英俊来！当场答应第2把拿好，随车兵丁阿嘎，忙正4楼方向，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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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到南门口，水车停，上来把门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开开开开！来这个把门，金杯头大，旅行东门打开一口，外头当插拍，第2把一句，那，大万人上法场，司马应进要吃大人。金杯头大应一声，砰！旅行东小门关一关。妖精莽这里向，这个金杯头先3挖1日黄头儿，但是这个黄头儿与今朝靠啥人？靠司马应进帮忙。你不要看看黄头儿现在辰光是金杯头儿，这2年出来无朋友，啥体欢喜多动的个？动地多得来，输得几个路都输得一天时间，屋里向么子全部卖光，输到后来呢，爷娘搭里讲全不信，爷不离气杀，爷死脱下来，娘伤心，一根绳子有2个挂，一日天朗死爷一死娘。那么这个辰光，黄头儿决心着。我不能斗争，输得来差价地皮，光非要去讲你爷娘才把我斗杀脱去，搿哪能办？马虎在动的也没多，门把人家叫把子做太脱去，家动的，货场开不落来，这2个动的，不是开货场去斗脱个，那么有些来把人家指点，那真正要贿赂了，寻一个人肯帮那个啥人？司马府的二少爷司马应进，好良心，杨你先生听知这个闲话，黄头儿到司马府门口去聚了了。司马应进出来，李小金上去，拿自家的口中1、2年都讲出来，司马应进帮你出动的。买2块棺材，
努力爷娘设立。王队儿搿个辰光跑到外头也想去寻点事体做做，寻不着，牌子不灵，跑出去做事体，庄坡里多一只水，推个农地去赌博，大家不要理。那么哪弄法呢？也是司马云锦，去求司马云锦，司马云锦拿上一人之约的水里向，立这个担保，付个8人，同地阿拉郎有啥事体呢？搿个同地呢好拿脱个，阿几伙同地300两银子，该那里向不里做个金子，但是1年多的做下来了。王队儿你是真心悔过，波波结结，只有可你做得不错，慢慢叫升了升，升了升，升到今朝金杯对儿。所以历代司马云锦有种报恩感激。司马云锦大致该大概那里向按吃口头一点点口头分吃，非但分吃口头，好听浪向个只有3根夹棍上去2把1手作业读书人啊，家浪向有伤啊。大致该那里王队儿帮你疗伤，帮你养身体，吃个么子卡起来，嘿嘿，为此让你胃口开啊，该那里向到底没劲啊，吃个里向翻花头，今朝炸鱼，明朝动子鸡。后日灭只地旁，哦哟，炒虾仁、炒肉糊，我侪有个。日日吃个里向打里翻花头，咁里向困，该那个楼房阴暗潮湿，不爱个。自家平常辰光要拾班个呀，外头贴沙拉做好啊，关了搿个里，自家屋里向新的皮团肉子拿得来，让你困。台里好，空下来还看看书，上水课上家里统统拿脱个没个，不得了。但是今朝没办法，今朝要带出去的，随从一接上外头，高士送业贴出来，今朝司马云锦要杀团子，你跑进去搿个2步路。走得来，家里向怂得不得了，吐了过来，到司马云锦个房门口，司马云锦里向坐下来，张面孔尴尬。医生呀，哎哟，司马云锦一口金杯团儿来着，眼睛书本合一合，上浪放一放，立起身来嘛，恭恭敬敬啊。金扎狗哦，别客气，女生呀，来，请坐。金扎狗，你请啊，没好，女生呀，金扎，打一打，搿枪三哥，困得会哈？哦哟，困得好啊！我里向那个新的皮团肉子侪帮我拿得来，困得适宜个，甚好。哦，好个，我小菜我本水本家。说出来不知阿呆那胃口啊！哦哟，搿是你客气噻，那个2只三菜天地良心，味道再个。哟，金扎狗，一切甚好，多谢金扎狗招。客气，应当。耶，对礼毛毛，金扎到位在里向来，欲言又止，面孔尴尬。是呀，啥有啥难以置应啊？啥事体啊？金扎狗，陛下到此与后归该。事体是个事体，稍微有一点点小事体。以后事情得讲不发。讲么子啊？只讲搿个事体不讲不过门。请讲起来倒蛮难讲。怎样啊？那女生，那三个这样的日脚等下来，那思想上准备是稍微有一点的，是吧？今朝我黄队要恭喜你子。听见搿2个字，三个当头一个霹雳。司马云锦胆子该来里向搿点动啊！
你该来里向随便来拿摸，那个死配呀，那个死人啊，门子那个杀头呀，不爱呀。但是恭喜两字出口，今朝我也杀头子，我非杀个法，我非杀个谁，我也杀。都是人发根筋子呀，好搁到那个点上来。军长哥，你说呀？那条小生今日里要再生的了。哎呀，难过嘛，不要难过，是啦，只好没办法，这个是我是吃公事饭，吃他一碗凭他死活，我也帮不了忙，只好来恭喜呢。你说呀？军长哥，事体也到这个地步噻。那我唯一能够做的事体嘛，就是你还有啥费力啊、主事，你讲出来，我能够办的，我做个尽心尽力去办好。这个，还有事体来讲，费力主事，我有啥个费力主事？一个谁也死他个人，爷娘才死子，阿公阿婶这样种强烈，一夜我也得搞到。哦，但是样子，预感。为于一个人，我已经凄然孤独，杀人一儿狗娘。军长哥，小生与一事相托。相托不要相托，你只要吩咐，你只要吩咐，我一定照办。王女儿啊，不是不样事体。啥事体？虽是一儿狗娘，我已经得了个新郎。哦，你为我公堂上向作证。你讲的才是真闲话，想不得张嘴而实。不了斗王夫妻，大周期之后你当我讲过，你对我事情是呀。现在生死非多，就你王女儿帮我去寻个位一儿姑娘。倘是一儿姑娘活了了，请你想对弟亲妹子个好好交代。倘是已经死，请你努力的施过心主来。当我死无引进，扎了你窝里个烂不啦，也扎了也的，拜托你。你小丫不要哭着，哭得我心里想难过的了。你小丫这个你放心，我总归以这个条后我去行。他是罗里个好心上人，我一儿姑娘追下来个。我一定去谢谢个家人家，我一儿姑娘接走来，我当你妹子个将来，我尽自家个力，努力风风光光嫁出去。多谢你。他是家是这个喜事下来嘛，我也总归想办法努力个输国人出来，把两口锅在大那种兵把兵装了一道。多谢军长哥。今摆头来想不路呀，也喜欢当辰光门里他两口锅在，现在怀里两口。那么，你说呀？军长，不要变辰光外头在那等些就进来，菜么难口香。是。那么现在出去噻，把去噻，当然要上聊了课了。军长哥，哗，水烤加料上好，来当个规矩。出去之前，小王堂要去把小王干。是。那么跟我来吧。是。一路领到小王堂，你想想到，那个是小王了呀，上去把小王吧。看见的小王，怒吼众生。小王，法律才是得制定的。阿国将军在王法，用得我负责人生了。小王啊！小王，一起小王，怒气生，骂一声。你小王做事气的
用心。随人去也深须分。小王啊小王，你定的什么法啊？你定的什么法？你开口呀，你快开口呀！阿在你说呀，你什么地方会开口的？非要到你管护着？好，你不开口，自己不是伦理所在，不放啊，不放！我历历追问，你不开口。你往下知，再言与你理论。他在你说呀，说在，现在呢不要管护在，那看你不会开口个，是个等一等，导致你皇帝郎真的好好叫摸脱你一顿，是皇帝郎等嘴吧，哪里领导外头，那理想带奶奶看去，一到外头谁没人便宜。砰！水车门一开，那里拎上水车一关，这个水车猛震发上，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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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嘎得起，不晓得20个人各大紧张的苗头不得。为啥？大队人马官兵，猛震发上了过来，来自500官兵呀！哎呀，今朝发上了该高子，拿龙发热要何为继续？